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就老师太人大追股。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喵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现在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跳下来去了哦。你下来到惠山县33公里嘅所在，你下边嘅太海，头一站来去前个水洞岸嘅北港，来了。你下无落去。来到太海，然后大家小嘅无抢用嘅北港，今日拄好嘅是看到你那边嘅管理员啊，拄好嘅高一高安摆北港，还有看个北港哦，来准备好咧，来一起。Hello， 哎，洪林，嗨，阿勇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有准备来摆北港。哦，好，哇，今条看难多。哎，走，准备去拜北宫喽。哇，你们风景都好呢。是啊，视野宽阔。这是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田水利署桃园管理处的管区，没有错。为了安全的考量哈，我们这边是不会让一般的人到对面去。哦，我们现在就请我们小峰哥跟我们小组长带我们过去吧。小峰哥，麻烦你哦。这个是绳索，这样子牵着，我们只要用拉的就可以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管理处去年才完成的一个池塘的改善计划。这个浮台呢，也是因应这个改善当中哦，我们所新设的。为什么这个水中会有这样子的一座土地公？其实这个土地公相传其实是重要，是在大概50几年代哈，在地其实3层开发的时候。这边其实一开始是沼泽地。等下我快撞到。哎，对，我们稍微推一下，哦，对 ，OK， 他说很安全。对。OK， 对，好，顺利。那因为以前这里是沼泽地，那3层开发的时候，这边的士绅当时就有一个信仰中心，大概59年左右哈，地方的士绅包括当时的县议员林喜达这个先生，以及其他的一些当地的居民，就跟水利会一起说要开设这个新福郡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说准备要做池塘的规划，因为这是信仰中心嘛，所以就把它留下来，所以才会开发，但不忘保护我们的土地公就对了。对。好哦，北港来了哦。好，我们到喽。我们小鹏哥会把它固定住，让专业的来。哇，看小鹏哥帅哦。送完喽。哇，这什么字啊？吕丰公是不是？对，吕显神灵招宝赐，风师惠泽济昌生。哎呦，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哦。很像哈。北港啊，今尾拄好15来了饲了，希望保佑每件平安，了小鹏哥中头一年全部平安风调雨顺哦。洪丽啊，你来看这个石牌，上面有字呢。对，这个字哈，就是当时这个土地公庙在新设的时候，乐捐呢？乐捐的，是乐捐的。哦，大概你看每个人当时的钱，你看多少？1元而已啊。以前的钱比较大啦。对。哇，我拍照拍起来，好酷啊！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可能没有机会来也不一定哦，对不对？拍照纪念一下。当时这都是石刻的。这特别留下来的，对，这当时我们高桥组长特地把它留下来，慎终追远啊，对，这个必须要。
回家喽。全台首创，仅此一家。条街你哦，哎，嘛有很多拍肉胶啊，没有你讲三角饭啊，哦，三角饭啊，哎，哦，条街你没有拎嘅，我没有领人啊，下嘿，落一分，好，你要爆猪肉嘅，按落买皮哦，用番薯粉，全台首创，一万讲，啊，唔免没有你买有三角唔饭，咩，无人做用破嘅哦，来剔嘅，一般迄三角饭迄，全部煮头嘅，等于讲失去了个秘辛，一桶来用破嘅完全无功用。我以前皮会酥酥，底板呢会 Q，还有冻浆呢，哎呀，金黄，也个诺贝尔粉有冇？用嘅那个起司粉，新的个创意个做法啊，哎，错。好，我来显示一下，破的啦三角饭，很多拍肉胶啊，嘿，错，当好食，当食物，好辣，蛮特别的，好吃哎。它外层皮有点像那个盐酥鸡的口感，对，有豆色味，又酥酥哎又香，好吃呢。主要有香油啦，哦，芹菜啦，也嚟讲下较香。哦，然后没有你个东西拿来拖盐那片卖，哎，自家个开发都用破嘅，好吃好吃。哪位带走啦？哎我要教养你。好，你莫喊，好，安子食，谢谢，好，安子食，拜拜。安子食。油桐花，哇！你下嚟到睇蟹，哦，睇蟹嘅 QT 名，然後睇下小嘅很多大科坎，哦，都有很多大科坎，然後大漢溪有關。條擺呢片啦，日本時代嘅時間，運 Hinoki 啊，到新莊，哦，還有茶米，就係個東河嘅運送的港口。誒，你拖鹽要動到固拖。根本係先一條，對啊，咱咪叫固拖，然後睇下小嘅，你看魚嘅蟹當大嘅時節啦，凍漿，天天咧魚嘅蟹嘅腳脯，還有顏色嘅腳脯，圖觀眾朋友睇下留一款，冒險的感覺哦，叢林之王，哎，登山客，嗨，好，帥哥，你好，張好來哦，張好來，不用太水呢，唔怕啦，唔怕，哦。有徛渣哈，有，冇愛食呢，有按落，有按醬嘅渣呀，愛渣，按鹽嘅渣呀，哦，來，快點，你送去幾久啊？差不多10分鐘，10分鐘，10分鐘行出一整片行出一個洞口，就行這邊視察百吉步道，百吉步道，第二片係百吉步道，啊第二片哦，第二片就是爬到那個小山那個休息站那邊，再轉出去，再轉出去還是一樣。你好行，好，好，拜拜，謝謝。慢行，好，拜拜。哦，我唔驚水，我要渣嘅。看到嗎？好小哦，跟我手指差不多長而已。兩個扎裡面冇還好，乖乖長大哦。我看看有沒有雨後春筍啊，大家雨後啊春筍，哎，這不是哎，哦抱歉，各位抱歉，那就是它而已哦。雨後春筍啊，各位，幸運哦，我是個幸運的孩子。有3年用山鋪路天，個阿姨咪講是5分鐘啊，行半點鐘嘅。跳起見就見太上。哎，衝多了哦！平路在哪？屌的啲雞哦！跳呢，不是呀。等下下山就去食麵，山腳下有一個客家麵，叫做客家麵，等下就去問。哎呦，各位，剛才龍貓有來過，姑婆芋
山油的好朋友啦，山度的好朋友，姑婆芋。因为家唔对咩看到嘛，种哪地包徛早的，无按你偏，故说你圆圆，都得架一下，架做一下杂的，哦，这样子头就不会湿掉，哎，无接咧刻上眼就看得出来。选起来了普通一个是3粒线的困难处，但是根本落水吼加一粒。本来应该上讲会行沿路转去，但是甲阿姨人来讲，粒片路较好行。就行俩条好嘞，哦，行一摆有机会，当出在家行转去吼，要落水啦，较危险，哦，biu。嘿，老板娘，你好，我要一个客家面，有吗？有啊。什么是客家？什么面啊？客家面是店名。哦。全部係客家面就對。我有一個油面，是一個豆腐乾，看下有一個香水檸檬汁。哎，這個像，您寫注音好了，哦，桌號要寫哦。對哦。對。谢谢。吸管，哇，喝一口。哦，清凉解渴。哇，煮米饭直接吃肉，好吃，肉很扎实啊，然后很香。有哦，我来喝喝看这汤，这汤应该很厉害。哦，这个汤很可以，我可以3餐都喝这个汤，精神回来了，回血。对啊，你睇下苗扇大溪豆干，看豆干用按捏切，第一个爱迄行业，就睇爱按多，睇下个豆腐老豆腐干，真嘅无法好讲。啊，你也做顺啊！该有看到夹来的、夹馍的，小小条那手指高的那个有没有？雨后春笋，懂嫩哦，很油啊，半条啊，它擀面够半条没走对吧？还有很重的八角味，有一个八角的那个空油跟梅头。行一摆太家伙落了，咱们给我太海了片的时间，还注意跟太家，先落了，买了凉水、柠檬汁，先上山去爬山，哦，了葡萄，下落的时间都市味肴嘛，不是去给他带东西哦，就下落了片就有好吃，然后很有家乡感的吃，大口吃。